上今天默契神会这场来呈现思路由应该算东西都有这样的一个好像音乐的骆驼商队的演出。那么我们其实呢，除了大家看到这位真的是很美丽的维吾尔的女歌声乐家Rahima 小姐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同台以外，我们其他3位都不是。那其实我们很想要真正的这个维吾尔的优秀的音乐家前来，但是因为可能有一些的现在的状态比较不容易，能够申请到这个新疆的地区的音乐家来台湾演出。不过我们还是会尽我们的能力为各位呈现这个最好的，我们可以表现最好的一面。谢谢。Çınarının